在这个强烈的冷气团到位，合欢山的气温是降到零下1度。透早天也未光，晚6点的时阵就开始来落米色冰粉咯。武岭停车场一透早就挤满着上山要来等落雪游客甲车辆，但是真可惜，尾也是无落雪。透早尾晚6点的时，天也未光，合欢山有落米雪，落伫游客衫裤，还佫有汽车顶。上雪落的土口，一连薄薄米雪。合欢山透早平均的气温是零下1度到4度之间。半暝上山等雪游客虽然无看到雪，也有看到米雪嘛，真欢喜。米雪早起就无落啊。武岭停车场、昆阳停车场、甲合欢山游客中心，涂骹的米雪日头出来了后，就慢慢扬起啊。警方伫武岭进行交通管制，虽然讲米雪扬起啊，也毋过涂骹还真滚，上山的车拢爱挂铁链啊。台十日甲线28.9到32.7公里，昆阳到松水罗路段因道路结冰，目前需加挂雪链才能通行。因为有强烈的冷气团加上中站的水汽，中部山区落米雪，虽然讲水汽有慢慢减少，也无气温依然偏低。在明天清晨，由于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，路面还是有结冰的现象容易发生。因为日头落山了，气温偏低，高山路面较有结冰，警方提醒乡亲上山前爱先了解交通消息，驶车爱细致。